介绍了，我叫孙立，好，然后很开心今天可以来这边唱歌，然后接下来应该就是原住民的参赛者要唱歌，我是阿美族的哦，听不懂没关系，我不知道刚刚后面有没有翻译，听不懂没关系，听法文，当做听法文。然后待会你会听到很像德文又很像西班牙文的。好，最后一首歌是一首开心的歌叫《我们的约定》。阿美族的话来讲，嘎萨斯的努米达。我们的约定献给各位。一起打完小号。有自在干嘛？我们刚刚听到一个最新情资，听说呢，今天你才刚刚赶回来呀？对，刚刚。去哪里？去日本的灾区表演，去义演。哇！你真的好有爱心，而且你常常出国，而且都在那个原创音乐会的时候出国。还好今年有赶上我们的决赛。对，真的啊，有赶上，而且你唱歌真的好棒哦。你刚才这样，你弹吉他弹多久了？吉他10年了。10年了是？那你就是说你会弹很多种不一样的节奏吗？也还好哎，就是谁教你的？就是我会弹一样的节奏，很多不一样的 pose。秀一下，秀一下。没有啊，没有，开玩笑的，也没有很多，3种而已。哦，3种。哎，王老师，我可以讲一句实话吗？你说。他比你好笑。这个老师，我可以跟你讲一句话。我没有要搞笑。如果我讲的话有人笑，这是一种附加价值；没有，我觉得没关系。我也不是谐星，我干嘛要搞笑？但是他，可是他也是音乐人啊，还有天然的喜感。因为他站着
看起来就很搞笑。没有吧？没有，他有一种那种，对，我看原住民，接下来我访问原住民的这一集一定会很开心，因为原住民的他们就是很乐观、很开心啊。所以伯乐老师，你罩子放亮一点，皮要绷紧，因为接下来你要好好表现，要一不小心的受访者就会比你精彩。没有，所以要加油，好不好？我跟你讲，我是真不懂，我们要把精彩留给受访者。我们帮伯乐老师加油。但是呢，我想呢，舒眠真的很了不起，因为带着音乐呢，不但呢把爱传出去，我们也看见呢，我们台湾呢原动力的力量是可以呢在灾区或是在需要的地方用音乐带来祝福的，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但也觉得这个表演很重要，因为我一时又回来了。我们非常非常的欣赏你今天的演出，也谢谢你呢，不但得了金曲奖，不但呢乐意奉献你的爱心，也乐意把这么好的音乐带给我们，谢谢。谢谢，掌声鼓励，谢谢，谢谢。谢谢这边，谢谢。我想呢，各位可以看到，今天在我们的100年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的决赛。